我们是学到了问句，也就是问人的单元哈。那希望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来上线。你来我达拉里过来也没关系。好，你那多都能没打过，你那那曼达伊基拉好，我们要衔接我们上次所学的句型。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复习我们时间副词的对应号，也顺便等一下其他的老师还有好朋友们一起来学习。那这个时候呢，能达古尼南副词对应号，我们先复习。好，我们的时间副词有现在简单式。好，是不能马姑姑那第一套，每年度米和扎案，每月度弗拉善，每周度礼拜yan，每日度鲁米阿米阿什，每小时度达杜基案。过去简单，去年也阿要努尼米和扎，上个月也阿要努尼弗拉什，上周也阿要努尼礼拜，昨天也拿吉拉。未来简单式有明年阿努吉拉米和扎，下个月阿努吉拉弗拉什，下周阿努吉拉礼拜，明天阿努吉拉，或者是阿努沙发。好，进行式有伊玛蒂尼，就是当下此刻。阿尼尼现在今天，在现在完成式有那努加上过去的时间，加上达哈现在的时间，好，加上现在的时间。过去完成有数字加加时间。未来呢，我们一加要加努，再加上时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时态时间副词的对应。好，那么它一大股逆行动词字根，好，也是跟之前一样。好，我们今天仍然用的是逆行动词。那等一下就方便大家可以用这几个字根来学习。好，这个字在能，这个都沙能耶，这个都路好扎基要，这个是八难，这个lima理在，这个enam扎溜，这个pitu salama，这个法路，这个西瓦，告，这个莫德理索，这包子在sangat，这包都沙路，这个这包都路发展，这个这包十八吉，这个这包lima asik，这个这包enam galat。这些都是我们的密形动词字根号。好，接下来呢，小大帮都给大号就是今天的问句，就是问人。金马古米阿拉埃多拉登，拿菜的人是谁？那我们上次呢已经学完了前面这3句。好，那我们今天一定给大家以现在完成式米萨达邦号，你现在完成式米萨达邦。好，希望线上的老师好一起来学习哦。现在完成式，好，中文，直到现在还在拿菜的人是谁？
直到现在还在拿菜的人是谁？主语Jimahoku mi ala aitu lateng taha anini。我们的范例是啦，所以那我们要换字根哦。换一下阿拉改刚刚我们看的字根哈，来学习。好，这一句是Jimahoku mi ala aitu lateng taha anini。Jimaho是谁还在？故米阿拉爱拿菜的人，杜拉邓，拉邓就是拿菜啊。拉哈安妮妮直到现在。好，我们用这一句来练习哦。希望线上的几位老师可以一起来学习。好，我们阿拉改成其他的动词，还有我们的时间也要换。好，如果说达哈安妮妮，我们可以改成其他的，我们刚刚所学的时间，现在是现在完成式的时间有说那努什么时候达哈安妮妮加上时间。好，我们换一下时间。如果时间你还不会的话，你可以使用达哈安妮妮，直到现在。那至少我们的字根要改，要换刚刚我们所学习的字根。好，你来读过一线上的，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练习哦。Jimahoku mi ala aitu lateng taha anini。我们可以把阿拉改成刚刚我们的字根能加上咪能之类的字根。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有，我想说，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话哈，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如果有的话，我们一样哈，写好句子就在讯息栏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教学相长哈。如果有写错的地方，也可以帮忙修正。好，你好，今天要学的是现在完成式。直到现在还在拿菜的人是谁？就是这一句现在完成式开始这个句子。Jimaho ku mi ala ai tu lateng taha anini。Jimaho是谁还在？ku mi ala ai tu lateng拿菜的人是谁？anini 就是直到现在。那么大哥你好。mahal kaitu namomi tiris 就随时可以上传。好，我们刚刚的词根有，我们往上看一下，你形动词字根有能好，能就是看或观看，耳就是听或耳闻听的意思。扎基奥就是说话，那就是学习，你在就是询问，还有杂六就是借，还有萨拉玛就是玩耍，马路就是
或者是拍打，这些字根都可以套用哦。还有打告就是偷，好，这些单字都可以使用。我们把阿拉改成我们刚刚学习的咪型动词。はい。이라두고미 소리가이하오能다고니出现老师啊，嗨，鸡马后古米当当爱读萨格拉菲达哈阿尼尼，到现在还在煮晚餐的人是谁？来，谢谢我们的苏贤号。麻烦那自己苏贤米说里靠，还是本的马古哟。鸡马后古米当当爱读萨格拉菲达哈阿尼尼。好，鸡马后到现在还在煮晚餐的人是谁？啊，米当当爱晚就是煮晚餐的人。读萨格拉菲就是晚餐。达哈阿尼尼，好，直到现在。到现在或者到现在都可以哈。好，来技术线老师按号麻烦那都技术好。来，爱好王处长，你来技术好。好，谢谢。嗨，来，马苏里都能秘书好，技术个秘书奥是爱哟。啊，闽南南个今嘛啊，信息个秘书里当的秘书。哎呀，还是本的秘书。哎，你是跟我打招呼哦。爱好信息啊，都搞不嘛不弄还爱好其他嘛不弄好，爱好王处长。来，线上的请信号就根据这一句来做练习哦。我们线上的王处长，然后跟我们大家打招呼。嗨，马老多努马姑姑你Cindy，请说。嗨。今马后闽南南读斯瓦努班扎达哈阿尼尼，到现在还在学阿美族语的人是谁？哦，好，能大好，谢谢。今马后你今马后古闽南南今马后闽南南读苏尔努邦扎，阿尼尼，少写了一个姑。嗨，今马后古闽南南来讲，嗨，本来的。因为有人嘛，还爱读闽南南读其实好，多写一点没关系哈，有时候会少写，哦，你可以做修正哦。好。今天的时态就是现在完成式。好，那么努米达果尼然后希望线上的老师好一起来学习。好，来，爱丽丝爱好技术。马老多努马姑姑米苏里扎努米苏阿弟小西恩。今马后古米水爱读马里登爱努马古达哈嘎拉胡干，到午餐时间还在拜访我父母亲的人是谁？好，谢谢。今马后古米里索爱读马里登爱努马古达哈嘎拉胡干。嘎拉好干，好，应该是很好哈。到午餐时间还在拜访我父母亲的人是谁？哎，很好哦。今马后古米里索埃，米里索埃就是拜访或者是探访。罗马里登爱就是父母亲，罗马姑啊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嘎拉好干，好。到午餐时间还在拜访我父母亲的人是谁？啊，写得很好哦，爱丽丝，谢谢。好，Cindy，好，阿弟，请说。嗨，今马后古闽南南麦读苏尔努班扎达哈阿尼尼，到现在还在学阿美族语的人是谁？
对，我大妈都过米苏里达的米苏好，はい、很棒あら先哦。生。好，如果发现有少写的，我们再做修正。好，就是变成很完整的句子。大家都很厉害哟。好，那麦都给的好，我们已经之前都学过了，所以大家都很进步了。好，谢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好，还有没有写的？你来后过再后噶，好了靠也没关系，随时上传啊，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好，现在完成式啊，直到现在还在拿菜的人是谁？今马后古米阿拉埃多拉登达尼尼，我们要把字根换啊，我们刚刚所写的那几个号，把那个阿拉改成别的字根就好了。谢谢。好，伊来后古米蒂利来，忙爱多好，把多了很多然后你。那接下来哦，未来完成式。中文，中午以前拿菜的人就要是谁了？中午以前拿菜的人就要是谁了？主语今嘛都古米阿拉埃杜拉登，伊阿要努嘎拉后干。今嘛都古米阿拉埃杜拉登，伊阿要努嘎拉后干。好，今嘛都好。就要是谁了？你阿拉爱杜拉登拿菜的人，以阿要努嘎拉好干。中午以前，以阿要努嘎拉好干，就是中午以前。好，我们要做这一句的练习哦。今嘛都古你阿拉爱好阿拉要换别的字根，你形动词的字根。好，请大家一起来练习哦。那么好，那么扎古你然后。要记得换字根哦，要换咪形动词，还有时间的，还有时态也可以换哦。今嘛都就是就要是谁了，都这里是了的意思。今嘛就是就要是谁。好，如果上一句还有没有完成的，老师好朋友也可以继续的来学哈，学完了就可以分享出来。未来完成式，时间以阿幺努加上以阿幺加上努，再加上时间，好，我们可以把时间可以换以阿幺努达拉菲安也可以哈，以阿幺努拉萨亚都可以哈，按照你会的时间来写句子。起码都就要是谁了？好，就这一句哦。Anamanda kuninan hao. Chima tu ko minang nangai tu dilifi. 以阿幺努卡拉好干也可以这样写哈，就是中午以前看电视的人就要是谁了？今嘛都古线上的每个人都一起来学哦。
们的密行动每位词之老师，间。嗨，每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嗨，这里讲请说。的是不是？这里讲的是不是换谁来拿菜的意思吗？阿基玛都，你可以按照这个阿基玛都古米能爱，你把阿拉改成刚刚我们上面学的那个动词，比如说萨拉玛米萨拉玛爱这样，阿基玛都古米萨拉玛爱杜玛丽，那个拉更要改成别的。米萨拉玛其实不会玩那个菜啊，你一定会玩玩具或者是球啊。比如说阿基玛都古米萨拉玛爱杜玛丽，以阿要努嘎拉好干，好，就是中午以前，玩球的人就要是谁了？3啊，就是把那个动词字根换掉。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要换谁去拿的意思吗？对，就是我们看上面的句子有没有？金嘛，上一句不是他们写的啊，就把那个字根换掉。你看那个 Cindy 的金嘛好古米娜娜麦，我们的是阿拉爱嘛，还有米娜娜麦读书二。好，谢谢。不客气哦。你要照这个句子说阿基玛都，如果你拿好阿基玛都古米，比如说能爱阿拉改成能米能爱读，看什么呢？看一个或者是电视，时间就是以阿要努嘎拉后干，你可以按照这个中午以前的时间。先学习那个动词，换一下动词。那们好过了，你发力过了动词。谢谢哦。如果有问题，我们随时可以一起来讨论。好，然后这一句，你想到的是什么？你可以写起来。好。阿基玛多古米，当爱读萨卡拉菲也可以。好，你爱要努嘎拉好干啊，你爱要努嘎拉菲安也可以。晚餐以前，煮菜的人就要是谁了啊？如果是米当当爱，如果你是写米当当爱，杜拉登也爱要努嘎拉菲安也可以。好。我们这个是问句号，问人。时态的部分就是未来完成式。好，阿基玛都好要写哦。阿基玛都古阿拉改成其他的逆行动词。美惠老师，我们上一次好像上那个语法课的时候，那个刚刚马里盖老师问的，应该他的意思是说，阿基玛都可不可以中文的翻译改成是将要换谁了？那个基玛都是不是可以翻成换谁这样？基玛都就是换谁了这样，可以吗？有，可以呀。将是谁？他原来马里盖问的是这个。好，谢谢凯明提醒我，谢谢。可以啊，马里盖老师可以用将要是谁的。大概听得出来了哈。凯明老师了解我。好，我放那的给手，第sulit tentu。
好，我在暗暗的地方打字。太棒了！真的，你看我顶级，阿拉古马达。我用听的，整个喊的那个，好嘞。这一期不会很难吧？谁写好了啊？给大家参考一下。老师有人写了上面啊，有吗？哦，我好像对，谢谢苏贤提醒。好，我看到了，Alice，请说。Ajima toko midilishai to dadilishan i ayonu lafi。半夜以前写完功课的人就要是谁？好，阿赖好。Ajima toko midilishai to dadilishan i ayonu lafi。Ajima 多后面你要用问号，lafi 好。半夜以前写完功课的人就要是谁？很好哦，就是爱丽丝，你那个主语那边要用问号，好，你的符号要用问号。谢谢爱丽丝，写得很棒哦。今嘛读古米迪里塞读达迪里圣就是功课，与阿幺努拉比一就是半夜以前。谢谢。好，马劳东的马姑姑尼汪处长。阿弟，阿西本的秘书信息。はい、みはたたなも、はい。足ぶなこは。あちまとこ、みさからほかいと、さからほいあやおのからほかん。中午以前煮午餐的人要是谁了？好，非常好。什么的？什么？我罗马古信息，no信息好。はい、またマイクミスリタのミス好。あちまとこみさからほかいと、さからほいあやおのからほかん。中午以前煮午餐的人要是谁了？谢谢我们的汪处长。好，谢谢苏贤老师的秘书都。はい。Ajima toko mi arubai to mangzer i ayanu sasaya。晚上前列三枪的人就要是谁了？好，谢谢。大家都有写阿基玛都好，很好。阿基玛都古米阿鲁拜就是打猎，有芒字儿三枪，以阿幺努拉拉呀就是晚上前。好，谢谢苏贤，好，大家都写得很棒哦。好，这一句应该是不会很难。好，如果线上的其他好朋友还不会写的，就可以参考一下前面老师还有学员写的。好，谢谢大家。好，伊拉后国民书里带也可以上传，好，把多很多哟。好，那我们这个问句问人差不多也写完了，好，我们就换一下下一个主题喽。如果这两句还在写的，好朋友也可以慢慢写。好，看，好，接下来的问句是问东西，问东西。好，Uma angku mi ala an ni ina，这是我们的例句哦。Uma angku mi ala an ni ina，妈妈手拿的是什么？好，我们这个问句是问东西，然后那时态就是从现在简单式开始。好，第一句开始哦。中文，妈妈每天所拿的是什么？妈妈每天所拿的是什么？主语，Uma angku mi ala an ni ina to rumi ami ar。Uma an 是什么？Ku mi ala an 所拿的，你 ina 妈妈，to rumi ami ar 就是每天。好，那我们一样哦，把阿拉换别的名形动词。还有时间
我们也可以换其他的时间呢。Rumi Ami Ash 我们可以换成每年或每月、每周、每小时都可以。好，时间可以换以上的周期性的时间。好，这一句妈妈每天所拿的是什么呢？一样哦。哦，好，王处长说，Malam kita iraku sakalafi nomitado mangzel anini ala saya. Hai, cuma kuci tama itu mangzel. 杀人机苏醒，战机苏醒。Hai, jika tahu ala tegumi alupai. Hai, 其他的个人可能没有吃过芒蔗了，苏贤可能也没吃过芒蔗了。没有吃过欸。改天我煮给你吃，好。也可以不能，也可以写其他的号，比如说山猪啊，撒费哈。好，你难度那么多米大号问东西，我们刚刚是，我们上面的是问人，接下来这个单元是问东西，一样是问句。法律真的米达古拉字根哟，好。我们的范例是阿拉，我们用别的字根来，闽南南好，用别的字根来套用。这是让大家学习我们的时态的用法，句型练习。好，线上的老师哈，一起来学习哦。好，第一句，我们安是什么？故你阿拉安，好，我们阿拉改成你能安也可以哈。Inna do rumi ami ash。如果你不会写其他的时间，你可以把那个阿拉直接改成其他的咪形动词就好了，简单一点。好，我们改成看，或者是很多字根可以套用哈。可以改成南阿拉改成闽南南，或者是米杂六、米达告、米八路都可以。好，好，最快的是耐心系好。之前你先念你写的。Umaan ku mitagawan no mitagawai do saya。小偷每晚所偷的是什么？好，谢谢苏贤。Umaan ku mitagawan no mitagawai do saya。小偷每晚所偷的是什么？好，mitagawan就是所偷的东西。好，no mitagawai 小偷就是小偷。do saya。每个晚上每晚所写的很棒。好，线上的可以参考它的句型哦。阿拉我们改别的字根就好了。它的鲁米阿米二，它写沙呀，每一天我们改成每晚，或者是每个月。每个月我们就讲do弗拉do弗拉善。好，马拉多诺马姑姑哦，我们安姑米法在安你呢哦，王处长你正在写对不对？好，你的中文要不要一起写？主语加上中文。好，我正在写。来都，伊拉基说好，本在多个binanam no
no minanamay kanunungan Upi arawan to no luma-luma how sulita no mita umafanaay 线上的尽量学哦，每个人都写一句。好，mahal to. Asipan no miso yo. 那个号。嗨。Umangko mifacaan ni ina to davadavak. 妈妈每天早晨洗的是什么？好，非常好。还matama to，按照这个句子好。Umangko mifacaan ni ina to davadavak。妈妈每天早晨洗的是什么？米发扎案洗的东西好，对哈，谢谢。来喊个妈妈不弄好，因为闽南人给大多呢时态的句子好，时态有现在简单、过去简单式，还有未来式，还有现在完成、未来完成的使用方法好。所以我们都是要换字根，一方面也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单词量，好。那么烦那其实米朱里头可以写2句到3句哦，像关处长都很会写的。哦，马上就有看到 Alice 来好，阿弟阿西奔。Umaanku minanengan ni uhai i kaptian nina to fulasan， 我听错字。u digami no ina nina好。uhai 每个月在他的房间里看的是什么？是他的妈妈的信吧？哦，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你的句子都写得很长呢，你真是很厉害。好，umaanku minanengan ni uhai i kaptian nina to fulasan， 说uhai 每个月在他房间里看的是什么？minanengan所看的哈。你武亥是人名哈，一个福地案就是房间，他的房间每个月有弗拉山就是每个月。后面一句是乌迪嘎米努伊纳宁拉好，是他妈妈的姓吧？这里的中文是说是他的妈妈的姓吧？你应该写是说是他妈妈的姓吧，可以哈。好，Alice， 你的中文可以是他妈妈的姓吧？这样子。你要写的是他的妈妈的姓，是这样吗？老师，你觉得怎么改比较顺？好，是他妈妈的姓吗？好，我改一下。好，就是我们的疑问句里面的是跟不是的问法。好吗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好厉害哈，她都可以写很多的句子，也方便给人家参考。好，汪处长，你在修正是吗？更正。呀，发炸没有喉舌音。有啊。对。我刚刚好，谢谢你修正。Umaanku mifacaan ni ina to lafak 你刚刚没有点哈，好，谢谢我们的。刚刚没有喉舌音。汪处长刚刚没有写好，我也没注意到，好，谢谢。好，
好，如果发现没有写到，随时可以修正，好，用正确的句子。谢谢。好，米发早安要有咽喉音，好。好，爱丽丝，弗拉弗拉扇。好，对，好，谢谢你，修正好了，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其他的信息，还有其他的好朋友要练习哦，珍惜每次学习的机会。米娜娜米苏里，米娜娜米萨欧西，好，娜娜萨多，我们的语感就很顺畅了，好，那这一句好了，好，完了就好，那我们就接下一句哦。如果伊拉好国民撒哈拉达拉登爱好，如果还有人还在思考，就可以想好了再写好，或者是参考以上的老师们所学的。好，接下来过去式简单式，过去简单式号就是中文妈妈昨天所拿的曾是什么？妈妈昨天所拿的曾是什么？好，Uma antuku mi alaan ni ina jila. Uma antuku mi alaan ni ina jila. Uma antu 就是曾是什么？好，古米阿拉安所拿的，你伊娜妈妈伊娜吉拉就是昨天，整句是说妈妈昨天所拿的曾是什么？好，乌玛安都，好，一样哦，要写乌玛安都古米，好，阿拉改成你想的字根，好，米形动词。你伊娜吉拉，这个是过去简单式哈。过去简单式的时态有去年呢，以阿幺努尼阿米哈扎，或者是上个月以阿幺努尼阿弗拉，或是上周，或是昨天，我们这边是用昨天哈，过去简单式的时间。伊娜吉拉，我们可以改成以阿幺努尼阿礼拜。好，那们大姑你好，我们安都好，有加上都，这个都就是曾经的曾。妈妈昨天所拿的曾是什么？就是过去的，经过去式的，好，过去的时间。好，请大家做练习。Nanay kita hao mapulong minanam kita tuninan 句子。曼夸那奈那咪说动词好，也可以写米里说，这是米阿说好，这些动词都可以使用哦。好，我们安都这边有，我们今天的问句是问东西。我们安都古，你什么？好，你伊那吉拉，昨天，时间是昨天，我们可以改成上个月，或者是去年的时间来练习。你那个麻烦那艾米迪丽涛也可以先传上来，还没有写的学员也可以做练习哦。好，马老多努马姑姑你卡早阿弟，还是本努米说。Uma antuku mi hiningan，哎，对不起，mi hiningan你改造，我忘记加 EQ 盖，还有一个 EQ 盖，以阿要努尼亚礼拜，改造上周在教会所偷窥的是什么？有盖，你要写哈，好，谢谢。你已经写完了吗？你要写有盖。我们修正再写。
哦，你还要做修正，好好，你等一下修正好了再练习写，再练习说好了哈。好。好，伊拉古米修正来好。如果线上的闽南南嘎古萨，好，如果喜欢练习，也可以多写几句哈。好，马勒多尼嘎早米修正，阿弟阿西本多。Umandu kumihiningan ni kazao ikyukai ayao nuni bai。嘎造上周在教会所偷窥的是什么？好，谢谢。我们看一下你修正的句子。Umandu kumihiningan ni kazao ikyukai ayao nuni alibai。好。嘎照上周在教会所偷窥的是什么？这边米黑宁案就是偷窥的，也可以说偷看哈。米黑宁案就是偷窥啦，就是偷偷的看的意思。你嘎照一九盖，九盖就是教会。以阿幺努尼阿里拜就是上周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嘎照哈。米黑宁案。你很厉害呢，还知道有个米黑宁案，米黑宁案就是偷窥。好，谢谢。我们有很多的迷形动词，哈，也可以，你知道的也可以写哦。我们上面没有写的想问慢。这个命令是那个小白老师教我的，他是说那个是一个年龄阶层，他们的功能是什么？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个年龄阶层叫米宁爱？哦，是哦，他们的那个名称吗？就是他们SLR 的名称吗？对，就是有一个阶层，他们有什么米公赛、米宁爱，就是米宁爱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偷窥的阶层？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那边时尚嘛，还是阿飞那边的部落，我不太清楚诶。我们那个部落电光的，电光哦，是哦，你没有问清楚米黑宁案那个年龄阶层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晓得呢。这个谁知道？汪处长知道吗？为什么会有米黑宁案这样子的年龄阶层？我也第一次听到诶，很好奇。米黑宁、米能嫩，是一样的意思。哦，米能嫩、米黑宁，米黑宁好是中部阿美语的，巴达安还是达巴隆是米黑宁山。好，是。我们努瓦贡好米能嫩山，有的部落说米能嫩，有的部落说米黑宁。一样都是看是吗？都是看，都是偷看。努米偷看呢？不晓改造的意思说，我看上周在教会所偷窥的是什么？米尼案的话，通常还是很正常的看，偷看的话好像是。米达高湾米达高湾米达高才不，它不叫米达高好。我想一下，我刚刚有想，他突然又想不出来，好，消失了。偷窥有偷窥的那个说法，伊拉古说米达都偷窥哈，偷看呢。如果偷看，我们不是通常讲米达高米能讲吗？还是有更好的说法？好，想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写这个单字。好，他说米能啊，米黑宁啊，他是说是电光的那个年龄阶层的名称呢，所以就不晓得他们的那边是什么用意哈。我们可以改天问小白老师，他不知道有没有在线上。好，有机会可以问他，谢谢。好，还有写完的，好，我们等一下再来。有了，那个谁，苏贤有写偷看
flip flip 哦，哪里的说法？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好，苏贤，阿西本努米苏，嗨，Uma tuku minanaman ni panay itzalay i ayaw no ni aflar。panay 上个月在网络上所学的城是什么？好，那个 谢 Miss 谢。 Flip 是我在那个字典查的，我不知道是是哦哪里。米 flip flip 我也第一次，他说跟第一次mihining 好像是一样，mihining 是一样的意思。米 flip flip 跟米 hitting 是一样，偷窥的意思哈。好，米 flip flip 我是第一次念的哈，没关系，我们都知道不这个同方言部分哈，我别的说法。补充一下哈。好，我也查字典，米黑令哈，可能是部落的说法哈。哦，那法共偷看哈，有一种是米 dip dip，我们也部落也讲米 dip dip 是哈，偷偷的看，就是人躲在某个角落，或是偷偷的从窗户偷看。哦，有这样就是说哈，还有一个是米 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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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有啊，米 hok hok 也就是也是跟踪的意思，也是看着你看着他要看的那个对方了。米 hok hok 就是你好好就是很隐秘的哈去偷看。米 deep deep 也是一样，就是偷看，哎，就是对，就等于偷看啊。偷看的人通常会那个动作，大家都知道嘛，是很光明正大的。如果说你喜欢某个男生或者是女生，你可以用米里 flip 这样的说法吗？米打高明的呢，就是不让他发现，就偷偷的瞄一眼。我们要用米好也不是哦，他另外这个是很正面的哦，很正面的哦，了解。他偷偷的看他喜欢的人，也可以呢哈。米命吗？还是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人生练习题，真的很好。所以这里的米黑令哈，可能就是刚刚嘎造写的米黑令就是偷看的意思。偷窥偷看。偷窥对，因为部落的用法不一样。对哈，那我们学到了米里 flip 偷看，还有米好 cock。对，好，谢谢我们的汪处长的分析。好，也谢谢苏贤哈查字典。如果不会的，我们马上查字典哈。我们有买那个吴敏义老师的那厚厚的字典，可以查字典，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单字哈，可以比较精准一点。好，谢谢。好，以上大家都很热烈的来讨论米好 cock 米里 flip 好。爱丽丝，努米苏多。Hai, umaan toko misangaan no umi ni mayaw i ayaw no ni afulash o makapahay a lofo。翻译是马耀的上个月马耀的外婆帮他制作的是什么呢？是漂亮的槟榔蛋。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teman aku mi osi hau umaan tuku mi sangaan no umi ni mayaw i ayaw no ni fulash o makapahay alufu。好，能的好umaan tuku mi sangaan no umi 是外婆的说法吗？你那边的？对，我那时候听说是外婆这样，可以这样说。我不晓得其他老师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我是没有听过了。五密可能别的部落有这个说法。你们要五密代表外婆的意思，好，看其他的老师知不知道？米桑案就是制作的，五密应该是你五密，看一下，我们按读过米桑案五密你们要你ayaw no ni afulash
上个月马耀的外婆制作的是什么呢？乌玛嘎巴海啊阿鲁夫啊，这一句是没有问题。好，乌玛嘎巴海啊阿鲁夫，阿鲁夫就是情人带的说法，或者是背带啊阿鲁夫。槟榔带也是称阿鲁夫号。那上一句，努乌咪这样可以吗？那个缩写语法上，能大姑你那里呢？是不是五可以米可能要这样说？挖出场哦，这个刚好那个那个头目有上线，可以问他看看。哦，是哦。有的部落讲五密妈外婆，爱丽丝很用心哈，学到很多的不同的方言别。好，那我们就既然有人说，可能就是了啦。他们不同的地方的说法，我们通常马木或者是阿嬷啊，称外婆或者是奶奶好。有一个五密，我们查一下字典好了。我查那个五蜜好像是花的意思，花梅花。哦，梅花哦，梅花是五蜜哦。哦，对啊，那个日文是乌梅，然后换阿麦语就是乌蜜，没错没错。没错哦，那梅花也你的是那是外婆花的说法，那你可以抵译成外婆吗？我应该是没有记错，不然我改一下好了，我改成麻木啊，麻木好了。对，等下五蜜是花的名称啦。好，好，谢谢。对呀，我想说，我们都是麻木或者是阿嬷，称为奶奶或者是外婆。好，谢谢我们的 Alice。好，五蜜是花梅花的说法。好，谢谢，修正一下就好。好，马上就修正了。好，我们已经变成五蜜，改成麻木啊。好，谢谢，谢谢我们 Alice。好，句子写得很好。好，马勒多古尼南这一句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句。我们按读，我们已经写完了第三句喽。未来简单式，中文，妈妈明天就要拿的将是什么？妈妈明天就要拿的将是什么？主语uma angu alaan ni ina anu lafak uma angu alaan ni ina anu lafak 未来简单式号uma an 就是将是什么？古alaan 就要拿的。好，你ina 妈妈。anu lafak 明天，好uma angu alaan ni ina anu lafak 好，我们就这一句做练习哦。好，第三句的好，未来简单式uma an 这边的就是未来将的意思uma an 就是将是什么，故alaan 就要拿的，加一个。前面加一个阿拉恩本来是阿拉现在这边是阿拉恩，好，就是就要拿的意思。好，未来式简单式的学法 anu lafak 就是明天。好，明天我们可以写成 anu jila mihaza 时间时态我们可以改成下个月 anu jila afulas 这个时候也刚好8点了哈，很快哦，我时机刚好。那我们在想的当下，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哦。你那弄好给大家盘好，如果你要做练习，可以随时好传上来，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哦。
经喝过水了哈，比较有精神了。好，我们开始咯。好，我们这一句是未来简单式。好，Uma alaan ni ina anu rafak。好，这个句子来做练习哦。好，ilatum alau numaguguni kacau。黄卡照，请说。好，来，等一下，我看一下画面，我等一下。没关系，慢慢来。好，马安等一下，等一下的，我那个都好像多写了啊，我等一下，我修改一下，我好像多写了都。可以，那你先修正。好，我看到了，苏贤，苏贤在线上了吗？Hai.好， Auma angku tatang tangan ni fa nu padan。今天早晨就要煮的姜是什么？好，你的那个麦克风断断续续。好，我先念哦。Uma angku tatang tangan ni fai anu papazen。阿姨明天早晨就要煮的姜是什么？好，写得很好哦。Uma安古达当当恩。好，我们的字根是阿拉恩，这边达当当恩就是将要煮的。好，发音安诺爸爸真好，就是阿姨明天早晨就要煮的姜是什么？好，写得很好哦。谢谢苏贤。好，你下一句。好，换 Alice， 请说。Aumaan ku sasan， 哇，听错了。Aumaan ku sasangaan nu mamu ni mayau anu jira safulasan， 或者是 dinu zayan， 然后回答是 ulusif ni mayau。下个礼拜一，马耀的外婆将要制作的是什么呢？是马耀的传统服饰。哦，好，谢谢 Alice。好，修改一下。可以。Uma angku sasang 啊。哦，对，他少写了。好，没关系，你再做修正，我们再一起做练习。好，黄卡照的修正好了。好的，阿西本书。卡照也在线上吗？有。好。Uma angku ni kacau yukai anu jila礼拜。改造周将在教会，对不起，再一次，改造下周在教会将要偷窥的是什么？好，谢谢卡照。能大号。Uma angku hahiningan ni kacau yukai anu jila礼拜。改造下周在教会将要偷窥的是什么？好，这边它有hiningan， 刚刚写是 hinin 哈，这边是hiningan 就是将要偷窥的意思。改造yukai就是在教会。anu jila礼拜就是下周。下周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改造。好，我们可以参考。美惠老师，慢。我刚好那个小白老师有上线哦，可以请他解释刚刚我们问的那个米希宁爱，他刚好了解这个部分。欢迎我们小白行系，伊拉都去说。来好，开麦克风一下。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hining， 听改造说你们部落有那个什么米 hining 爱，selar 是吗？小白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们有那个米 hining 爱，selar， uman gulanan。
那是什么阶级？嗯，他还在上线是吗？他哎，还在找按钮了，等他一下，不然我老师你我们先往下，很想知道那个，你看，等他按钮打开，它自动就讲。好有吧，听他应该有到声音听到。了吗？哦，伊拉有多有听有到了吗？有，伊有拉爱了哈。多的厉害。因为我现在那个不是很好，哦，我回家扫地，有扫啦地。咪，有啦咪另外好的呢，就是那个花莲这边的话，就是蛮难的，我青年之父，对不对？我哎，比古莫代还念过啦。他的哦，下一集就是要学习或者协助那个青年爸爸这一代的年龄阶层的那个准备接替的那个，就是我们叫做缅宁爱，就是学习者啦。哦，是要哦，学习当青年之父的那个，就等于，因为那个部落这边的话人数少了嘛，嗯，所以呢，有一些部分就是要协助那个青年爸爸帮他们做事啊，分工啊，这哦，样。是这样的哦。所以那个米古木代海念就是你们花莲那边的那个我们拿的，妈妈努嘎巴，对不对？哦，妈妈努嘎巴要我生们叫的，要米古生木代子的。哦，那总管。明爱的意思是要准备生妈妈努嘎巴的阶级，对，要学习啊。那个也是年龄阶层的对年龄吗？对啊，对年龄阶层的，就最大就是米古莫代嘛。嗯，整件事情的，就是所谓花莲的妈妈努嘎巴嘛。哎，米台古莫代还东的也是。念过啦。他下一层的话就是那个米宁爱，就是你问的那个，他的工作呢就是协助那个米古莫代家，一方面学习他们的那个工作要做些什么，这样啊。哦，才叫米希宁爱哦，称为米希宁爱学习者。要学习者啦，准哦，备去当那个青年爸爸嘛。哦，他要学几年？一样啊，4年以上啊。哦，他们那个4年，他都是称为米希宁爱哦。对啊，他们毕竟是比那个美国莫代小一层啊，小一层，所以都要学习，都对称为米希宁爱阿嘎布请酱。教老师哈，哎你应该有没有那个观摩学习的意思？有，他一方面观摩，一方面学习嘛。有，哦，而且还要协助啊。哦，协助工作没有错，他要从那个观摩学习，然后做后，他才会学习到那个青年致富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错。他们以后接的时候就比较好接。对。哦，是这样，因为他不可能说米丹那麦呀，米哈达丹那麦呀，什么没有个那个名称啊，过来啊。所以说他们所谓的美恋爱就是学习他们要怎么去当青年之父这个部分。哦，用米希宁爱去说比较好是吗？对。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用这个对米希宁爱来讲。哦，我第一次听到米希宁爱这个，就是指那个学习，就是学习。当那个青年之父的那个当总管的米古木代的工作，而且他们本身的工作也有啊，在年龄阶层里边，他们是负责那个酒啊控管呐。对，总管就对了。他们要控管那个酒不能太多，或是
他们把那个酒批回来之后啊，有巴格隆外来斟酒嘛。哦，要训练那巴格隆外怎么去踏步啊，怎么给那个跳舞的人啊喝酒啊。对，他们一方面是控管，然后一方面就是去学习，然后协助。哇，他这个年龄阶层很辛苦呢，又要尝试要升级的，还要控管底下的那个亚斯拉，哇，真的是不容易哈。他们就是学习当老大的那个啦，工作啦。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呢。今天上你这个课，大家了解了美黑宁爱，谢谢我们的小白行系，他很仔细的来解释。偷看啦，不是啦。如果是一般我们讲美黑宁，单单的讲美黑宁是通常是偷看呐、偷窥啊。哎呀！如果是说到你们那边的话，他的说法是美黑宁爱就是要准备生妈妈努嘎巴嘛，所以他们要做那个学习的动作，对，所以你们就用了米黑宁埃阿嘎布阿斯拉这样，对，很有意思啊。这样子我们不能说米哈达达那麦，这样就好像都没有学，很硬的，很硬哈。对呀，米黑宁埃会比较好听一点。对，因为毕竟比那个米古木赖啊，那个青年之父还小一级呀。哦，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偷偷的看呐，他们在做什么？也是偷窥的意思啦。对呀，就是好听一点是米黑宁爱，我们不能说米达高歪米能那就很硬啊，对就好像是偷偷摸摸的看都不正规。好，学到了这一门哦，回去看一下我们部落有没有这个名称哦，名词去比喻那个要升到妈妈的爸爸的。米古木赖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米黑宁爱了嘛。哦，我们那边的话，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个吉布带呀，什么九比海呀，没有，我们这些都没有。直接下来，直接下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呀？巴嘎隆埃，不，嘎巴哦。就是不同的分法啦，就是部落不同的阶层都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名称啦，哈，其实大同小异啦，说法不同。谢谢，了解了，花莲跟台东还有其他的部落都不同。好，其他的老师也可以分享哈，有没有像小白老师他们电光嘛哈？电光是叫阿飞，是阿飞还阿部落是吗哈？丁古力哦，好像是，要不然的话，嘎拉达安，是哦，我们这边嘎拉达安，很多敌人的地方。阿萨是敌人呢。阿萨安，丁古力，你对，就那个卑南族啊，常常过来这边那个收税啊，200多年了。是哦，嘎拉达安就很多敌人的地方啊。好，来，说南浩，谢谢你的分享。哪里？好，谢谢。我们刚刚看到哪里的句子了？我改造的吗？它是修正好的，好。一命偷窥，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没有了，好，我们往下看你 Alice 的，好修改的。Uma angku sasanga anu mamu ni mayau anu cila safulasan Tinucayan 也是那个吗？你看一下。Tinucayan 是礼拜一的意思哈。对。好，很好，谢谢。Tinucayan 也就是星期一，好。Ulusir 你买药我看一下，是马药的传统服，好，鲁西就是传统服嘛，好，是马药的传统服，鲁西你马药，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好，大家都很厉害哈。
越写越好。好，接下来我们这一句还有其他的，老师还没写哈，还有其他的学员，那他们努米达号阿嘎港乌罗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上面写好的几位老师哈，他们写的，再换你自己的号，好，谢谢。我们写到第3句了哈。还有人要写的也没关系哈，写完了记得要上传哦。好，接下来就是现在完成式咯。妈妈直到现在所拿的还是什么？我们安后果米阿拉安尼伊那达哈安尼尼。我们安后还是什么？哈。这里的后就是海的意思哈。我们安后还是什么？过米阿拉安尼伊那，妈妈所拿的，阿哈安尼尼，直到现在。好，那那么努米达过你好，字根要换啊。我们安后还是什么？好，请大家做练习哦。这一句是现在完成式啊。我们时间可以写那努，加上过去的时间，加上打哈，再加上现在的时间。好，那么米达号，如果线上有比较厉害的老师，可以写一下哦。好，其他在线上的也可以做练习，好，大家一起分享。就像刚才小白老师也分享他们米希尼爱，原来他没有说，我们也都不晓得他们电光那边的部落有这样子的说法哈。好，我们做练习，现在是在现在完成这一句哦。我们安好过米阿拉安尼伊那达哈安尼尼。很快哟，我们今天进行到问句的问东西这个句型，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试试看，好，试试写一下你会的句子。我们安好过米阿拉安尼伊那达哈安尼尼。好啦，我们可以别的咪形动词，你可以参考刚刚照写的咪希宁诶，哈希宁恩，可以按照你上一句写的字根也没关系哈，主要是大家来做练习。我们会做不同的时态来做练习，好，有现在完成式，还有未来完成式。好，大家要把握时间哦。这一句，我们安好过你阿拉按，我们改成你能不能按，或者是你当按之类的字根来做练习。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改造，你很厉害哦，马上就写完了。Umaan ho ku mika anan ni kacau i pitilisan nanu
那吉拉达哈安妮妮，安妮多一个妮，安妮妮好像多。嘎造昨天到现在在学校所吃的是什么？好，谢谢。好，我们安后古米嘎难，好，所吃的你嘎造伊比迪利山学校，那努伊那吉拉，从昨天达哈安尼尼直到现在，好，谢谢嘎造哈。我们安后是什么的意思？好，它有修正安妮妮啊，安妮妮从昨天到现在在学校所吃的是什么？好，安妮妮直到现在的意思。好，谢谢嘎造。好，其他的学员也可以做练习哦。啊，能大过努米苏米苏里丹号。好，你爱丽丝，请说。哎，中文你还在打哈，没关系，慢慢来。等你写完中文，我们再一起看。还有其他线上的好朋友也可以做练习哈。好，爱丽丝，你还在写中文哈？好了，好。非常过。忙碌鲁还是你刚说什么？我是说很不好意思啊，马古哦，也讲对了，忙碌鲁卡古好，不好意思，好，都写完了，好，还是不能秘书。我们后古你三个按你阿公，你嘛要努阿公你嘛要打哈嘎沙安多努吉沙尔，无法需要你嘛要。马耀的外公直到天亮在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马耀的风筝。好，谢谢。好，能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按后古米上啊，按你阿公你马耀打哈嘎沙干吧，就是嘎沙干这边就是马耀外公直到天亮在做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这边嘎沙干努吉上，你那边少一个 K。嘎萨拉干就是出现，多努吉萨，哎，嘎萨拉干才对哈，你可以做一下修正。嘎萨拉干努吉萨就是天亮的时间，太阳出现的时间。嘎萨拉干努吉萨，我发西要你马要，是马耀的风筝。好，写得很好。那边嘎萨拉干，那边要加一个 K。嘎萨拉干就是出现的地方，出现的。这边写努吉拉，大哈嘎萨拉干努吉拉。好，修正好了哈。啊，你再练习念一遍好了。五曼后古米三个安努阿公你嘛要。大哈嘎沙沙干多努吉沙，无法需要你马耀。马耀的外公直到天亮在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马耀的风筝。好，你做修正了，好，谢谢。嘎沙沙干多努吉沙，很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哈，写的很多句都非常的正确，谢谢。好，接下一句，我看到苏贤，好的，还是秘书，嗨。我们后古米里在言，你阿妈打哈你，阿妈到现在所问的还是什么呢？好，谢谢苏贤。我们按后古米里在言，你阿妈打哈你，阿妈就是奶奶或是外婆，阿妈到现在
所问的还是什么呢？米利在样所问的意思。好，达哈阿尼尼，直到现在的意思。好，谢谢。好，以上的老师还有学员写的都非常好哈，大家一起可以练习。米娜娜都给打好。好，接下来还有老师要写的也没关系。好，那咱们的米手里有，你然后过米滴滴塞也可以写完了就可以上传哈，我们大家一起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未来完成式哦。好，中文的意思是妈妈中午以前就要拿的，就要是什么了？好，再念一次，妈妈中午以前就要拿的，就要是什么了？好，uma antuku alaan n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uma antu 就要是什么了？就要就是uma an。都这里是翻成了的意思。好，故阿拉恩就要拿的，或是将要拿的。你一拿，妈妈以阿要努卡拉胡干，就是中午以前。中午现在是未来完成式的句子哦。好，我们看一下中文。好，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好来标示不同的意思哈。比如说这个中午以前就是阿要努嘎拉好干，就要拿的就是阿拉恩，就要红色的字体就是就要是什么了。乌玛安都的意思哈。我们要换字根哦。比如说刚刚有人写哈希尼恩，好，如果是你是写能嫩难能嫩，好，这样子的动词字根哦。好，我们做练习好，未来完成式这个句子，好，也就是问句的最后一个句子。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写。好，会的人多写一点哈，多写几句。欢迎大家做练习。好，我看到淑珍爱好，对，还是本国的秘书，讯息，我的还是上一句的。可以啊。好，可以。Kumaan ho kumitabayani fai daha anini。阿姨直到现在所烟熏的还是什么？好，谢谢我们的淑珍。好，淑珍，你的名字叫法拉是吗？刚刚你说过你法拉，对，好，对，很好。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法拉，应该是很多人取这个名字哈。好，那个的秘书好。Uma anho ko mitabayan ni fai daha anini。阿姨直到现在所烟熏的还是什么？就是上一句哈，现在完成是这一句。好，Uma anho 就是还是什么？mitabayan 就是烟熏的东西。好，你法医就是阿姨。daha anini 直到现在所烟熏的是什么？好，谢谢我们的法拉显信号，谢谢淑珍。不管是上一句的还没有写完的老师或搞波好朋友后，也可以继续的写哦。还有没有练习到的，可以参考其他的老师所写的句子。好，谢谢大家。好，现在就是学习这个最后一句哦。Uma antuku alaan n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那我们先来写这一句哦。Uma antu ala 我们改成别的咪形动词。我们的范例是ala 那的意思。
啊，uma antu 就要是什么了？如果是你要写李在，哈，你要写拉力在任。uma antu ku lali zayen ni ina ni ayaw no kalahukan，好，这样子的练习，好，好。如果有写好的，老师可以上传哦。我相信前面都有经验哈，都写过了，应该你用你自己前面的单字字根、咪形动词字根来换哈，来继续写也可以哈。好，看一下有人写完了吗？哦，苏贤，tadi asipun gunu misu。Hai, auma antu ku aasupan nifaki i ayaw nu sasaya。舅舅在晚上前将要列的就要是什么了？好，写的越来越深入了。asupan 好。uma antuku asupan nifaki i ayaw nu sasaya。asupan 就是将要列的。nifaki 舅舅或叔叔或伯父哈。i ayaw nu sasaya 就是在晚上前。好，谢谢苏贤写得很好哈。asupan 有咽喉音。要也是要加上咽喉音哈。谢谢苏贤写得很好。好，接下来我看好黄卡照，好，请念你写的。好，等一下，uma antu，等一下，我看我有没有念对。好，看到。uma antu ku sasualen nikah ayanu karanaman。打造在吃早饭前将要说的就要是什么了？好，好，dengan aku好。uma antuku sasualen nikah i ayanu karanaman。打造在吃早餐前将说的就要是什么了？厉害哈，中文写得很好。好uma antu 就是uma antu 就是什么哈？uma antu ku sasualen 它字根是属二哈。sasualen 要说将要说的。nikah i ayanu karanaman ayanu karanaman 就是吃早餐前，就是在吃早餐以前啊。ayanu karanaman 打造在吃早饭前将说的就要是什么了哦。好老实哈，要看得很清楚。好，谢谢改造，写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参考苏贤的还有改造的记载 Alice 的哈，我们写的都非常好。好 Alice 能咪说的？Hai. Aumaan tuku sasangaan nu akong ni mayaw iayaw nu ni saseraan，或者是迪恩的曼。马耀的外公这个礼拜六以前将要制作的是什么？我ragar ni 马耀是马耀的鱼泉。鱼泉，好，谢谢你。好，Alice 写的是说，Aumaan tuku sasangaan nu akong ni mayaw iayaw nu ni saseraan，就是礼拜六的意思吗？saseraan，或者是di eneman。好，写得好仔细哦。di eneman 也是礼拜六的意思。好，你很厉害呢。umaan tuku sasangaan 就是说将要制作的是什么？nu akong ni mayaw 就是马耀的阿公，什么时候呢？也ayaw nu ni saseraan 或者是 di eneman 就是礼拜六的意思。中文是说，
马耀的外公这个礼拜六以前将要制作的是什么？Uragar ni Mayao，Ragar 就是以前哈，Uragar ni Mayao 是马耀的以前。好，谢谢，好，大家都非常好哈，写的句子越来越长，谢谢大家。还有要写的也可以哈，先等大家来完成。如果还没有写完也没关系，还可以等一下就写完再场上来哦。好，线上很多人哈有做练习哦。好，如果不会的话，你在线上也可以自己念哈，自己写，参考其他老师写的哈，其他的学员写的也都很棒。如果你还不敢念、不敢写的话，你可以自己在线上自己做练习。好，这个问东西的句子我们练习完了，我们再接下一个主题咯。好，如果这个几句还没有写完的，也可以继续的写，好，继续的来完成。好，一样哦。我们今天的问句是这个，就是问动作，前面是问人，问东西，接下来就是问动作。妈妈要做什么啊？咪妈安吉伊娜啊，我们要用咪妈安啊。问动作要用咪妈安。时态就是现在简单式。好，我先念中文的意思哦，大家一起来看。好，妈妈每天做什么？注意咪妈安吉伊娜多罗米阿咪阿。咪妈安吉伊娜多。罗米阿咪阿，好，我们问动作要用咪妈安。好，妈妈每天做什么？咪妈安做什么的意思？吉伊娜，妈妈都罗米阿咪阿，每天啊，咪妈安吉伊娜罗米阿咪阿。妈妈每天做什么？我们这里是要问动作哈，咪妈安，我们可以改动词，咪型动词，咪阿拉吉伊娜，也不行哈，咪妈安吉伊娜多罗米阿咪阿。咪发扎吉伊娜多罗米阿咪阿啊，妈妈每天洗衣服，可以这样子写哈。好，请大家练习哦。咪妈安吉伊娜多罗米阿咪阿。如果打造写完了，可以上传哦。或者是书写，大家可以参考你们的句子，或者是 Alice 啊。我们时间很快哈，还有10分钟。我们今天写的是时态的部分。第一句，妈妈每天做什么？妈妈每天做什么？咪妈安吉伊娜罗米阿咪阿。我们是问动作哈。如果上一句还没写完的，也可以传上来哈。就是我们刚刚上一句的，看一下问人的那一句，问人的问句还没有完成的，也可以传上来。还有问东西，如果你写完了，也可以传上来做分享哦。
我们接下来是问的是动作，有写好的可以传上来哈。我们的时态部分可以换每年do misacaan limaan si ina do misacaan，或者是每月limaan si bayi do fula-fulasan，可以哈。limaan naman namita ko ni hao 这一句问动作。好，我马老多那么哥哥你嘎招，好，嘎招，请说。老师，我问一下，每周是礼拜还是礼拜一有按吗？你说每周吗？do 比礼拜一有按。哦，那我改一下，可以。好，礼拜一，如果是每年的话就do 咪合扎按有按。如果每月do 弗拉散，每周刚刚嘎照说的问的是每周每个礼拜的意思哈，do 比礼拜一。如果是每小时do 那do给按这样。可以哈，好，我们看一下黄嘎照修正好的。好，嘎照阿西本的秘书。Mimaan ko inaisu isfitu lipa-lipayan。Mi asi晴啦，你的妈妈每周都在集会所做，她都在扫地。哦，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黄嘎照的句子。好，能大号。Mimaan ko ina isu isfitu lipa-lipayan mi asik jingra。你的妈妈每周都在集会所做什么？她都在扫地。好，do 礼拜就是每周或者每个礼拜。mi asik jingra， asik 就是扫地，mi asik 是打扫的意思。好，mi asik jingra， 她在扫地。好，谢谢嘎照写的句子。好。马劳多诺马姑姑你Alice，好，请说念你的句子。你妈安及媳妇拉高信息，读比礼拜一，媳妇拉高老师每个礼拜做的是什么？米迪利读朱沙萨努班扎写阿美族语的书。哦，好，谢谢。能的好。你妈安及媳妇拉高信息，读比礼拜一。中文是说媳妇拉高老师每个礼拜做的是什么？好，接下一句是说写阿美族语的书。米迪利读朱沙努班扎，这样就好了。萨努班扎就是用族语说的意思。萨努班扎，米迪利读朱沙努班扎就好了。如果是你写阿美族语的书的这个翻译哈，族语的说法是说，米迪利读
주라스노 반자这样，或者是米苏里读주라스노 반자这样。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哈，米玛安吉媳妇拉高，媳妇拉高形系，都比利巴利拜安啊，就是每周每个礼拜做的是什么？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可以修正一下。好，来阿西本后。米迪利多周沙努班扎金娜，他在写阿美族语的书。对，很好，现在写的对，这样写的就很完整。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米迪利多周沙努班扎金娜，他在写阿美族语的书。好，好，谢谢。好，还有老师哦，还在写，没关系，好，努力的写，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我们趁这2个小时的时间，哈，相信大家都会进步，哈。还有刚刚小白老师分享的那个米希尼内，我们今天也增加了一些知识，知道那个米希尼内也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年龄阶层学习，或者是辅助，是他们那个部落的说法。好，我们今天就是写这个问动作的第一句。现在简单是Mima anji ina dorme ami ash。妈妈每天做什么？第一句应该还蛮好发挥的哈，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爱丽丝的句子哈，她每次都写得很长哦，还有上句下一句哈，还有改造的，可以换成你的句子哈。我们主要是练习。Mima anji ina dorme ami ash。他们上面写说妈安吉西弗拉高信息的比利巴利白yan，我们可以换别的说法哈。妈安吉把那信息都就是说每年都米哈扎扎安也可以哈，可以学习别人的例句哈。还有人写吗？那我们就还有2分钟的时间哦，我们就把握这2分钟。好，马拉多的吗？姑姑，你苏贤，哎，米玛安吉巴奈都米合扎安，巴奈每年做什么？米利索吉巴奈都马里纳埃都米合扎安，巴奈每年都拜访亲戚。好，谢谢阿来苏贤。好，苏贤也是会写2句哦，上句接下一句我们可以学习。好，那姑姑你苏贤，你处理单好。你妈安吉巴奈都米合扎安，巴奈每年做什么？米利索吉巴奈都马里纳埃都米合扎安。巴奈每年拜访亲戚。好，这里马里纳爱就是指的是亲戚。好，马里纳爱就是亲戚的意思。米哈扎扎安就是每年。米利索也就是拜访的意思。好，苏贤写的很好哦，大家都很棒。好，那还有其他的老师或者是好朋友还在写的，没关系哈，我们再很快哦，还有1分钟，也可以再等一下大家。如果没有分享的，也可以继续的来场上来给大家做学习。还有的话可以等一下下哦，等个几秒钟，要勇敢的上传。好，你写的
自己练习念也是很棒的事情哈。如果是说要练习阿美族语，就是靠自己写哈，练习书写，大量的说才会把族语念得好，念得很流畅哈。不然我们要传承我们的语言，我们也要努力的来学习。如果在家里没有说，没有就是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哈，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每天的线上学习这个时间来做练习哈，不同的单元都有不同的收